来看国民党的立委提出修法，要拒发保证健保点数的价值，改善医疗机构了钱情形。早起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办公厅会，要收集专家学者意见。八大医界团体嘛联合召开记者会，希望健保的点数一点就算1块。若无医护人员因为薪水少走了，医界无排除会上街头抗议。人民健康不打折。全台八大医界团体代表甲国民党立委初六早起赶在立法院召开公听会进前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将健保总额制度由即卖支出上限制改做支出目标制，而且希望保障健保点值每1点1块，避免医术机构长期了钱倒去，医术人员因为薪水上低却离职。官员的眼中也许只是数字。但是在我们医事人员的眼中，它代表的是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人权、我们的工作权，是不是有得到政府的尊重？1点1元超过的部分打折给付，由公务预算来补贴。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就不会影响到民众的所谓健保费的立刻要调涨的问题。卫福部报告指出，那将健保点值保障1块，恐惊冲击健保财务，以713年为例。报告1点1块，需要另外挹注1155亿，而且每年成长。那维持境外汇率5.17%，安全准备今年底会出现报告。健保会付费者代表阁批评，健保财务陷入困难，政府应该负上大责任，建议将健保会期改作交予总所得制才公平。另外，也要全面检讨支付的制度。如果没有合理的保费的费基跟争议公平，你的费率就算加到6、加到10、加到12。都是不公义，必须每年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好，如果没有预算来挹注，好，这必须面临健保调涨的这种窘境。卫福部强调，健保总额制度已经实施16年，而且采用收支联动。针对立委的提案，将医疗服务点值每点1块，或者是0.95块，无够部分就由其他财源补补。毋过预算编列，爱情1年度编列，若无就爱由健保基金来执行，到时阵恐惊马上面临起保费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